啊，即句话咧，真正咧，毋是讲互你讲规波唔变，一句就好啊。这个主题有时间，咱的中情帮助咱哦，有时间来参加好啦，这阵看戏嘛是一个看电视的，啊，无就是伫遐想囝想孙，想干仔孙，哦，啊想这啊家欢乐的生活，好的生活，想着歹烦恼，啊，这2点钟嘛，害又害回来，啊，咱出来时阵，无法度陪无要紧，哦，来听咱这分享主题，也慢慢了解咱心灵的咱地的规律，安尼对我好，啊，咱嘛有讲你，哦，咱嘛有讲听咧，哦，啊，所以讲咧，伫咱
kêu